镜头转来看国内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德嘉初五去日本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台积电当咧评估目前抑阁伫咧起的这新本第二座晶圆厂，未来要改做3奈米的制程。另外，美国商务部长搁再来施压，讲着要转移半导体供应链。这经济部长景明显就来强调，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大部分也是留点的台湾。面对镜头笑笑做伙翕相，初五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拜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台积电伫日本的布局阁有重大进度。目前伫新本当得起的第二座晶圆厂，未来可能改采3奈米制程的技术来生产，应用 AI 造成的强需求。I'm honored to be here to announce a new gigafab plant in Kumamoto, Japan. The fab will utilize TSMC's 3nm technology when it is in production. TSMC の熊本への進出は我が国のミッシングピースであった先端ロジック半導体の国内生産を実現すると同時に幅広い関連投資の誘発など大きな経済効果をもたらしています。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应用范围真宽，产能嘛真紧张。2026年台湾厂按算阁扩充到13到15万片。另外，新本2厂原定2025年的10月正式起新本2厂，而且伫2017年的12月开始投产6到12奈米制程，即嘛是评估导入生产3奈米制程，嘛和日本经济产业省针对计划变更来做协商。本地122亿美金的投资嘛，可能增加到170亿美金。对于台积电来说，当然可以适时的去缓解，那么客户呢这方面对于3奈米的一个强劲的需求，也可以从日本的熊本2厂来做一个及时的供应。当然，对于日本来讲，那么当然他们先前政府也希望台积电呢能够以先进制程，那么落地在日本，因为毕竟半导体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资。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海外投资计划脚步无要停，这些看作是战略物资的半导体，真侪国家拢积极要争取。最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搁再讲，甲所有的半导体制造拢放伫离中国敢若80英里的台湾，这个理路根本袂通。美国的核心政策就是甲半导体产业炸登去美国。台湾会不会空洞化？当然不会啊，因为台湾的投资没有减少啊。2028年任内要4成。这个怎么算我也算不出来，因为如果以现在第2个厂2027年才会盖好，那第3个厂才开始要盖，2028年就已经结束了。经济部长景明显是强调讲，台湾的投资无减少，先进制程上大部分共款是均留台湾。正正预估2030年台湾和海外产能的占比是8:2未改变。对台积电新本厂增加投资，经济部投审会目前还未收到相关资料，嘛会持续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